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今日呢来研究客家西安白话语文研究的第60安尼哈。每10一共有10篇。今日嘅主题係颜料，一個文章篇，一個注音係用通用拼音，課文一時一語對照錄音，第55篇。一個提供俾各位鄉親大家嚟研究一個客家白話語文。至於今日所用嘅注音用通用拼音，最早嘅呢係一個中原主權嘅注音，過來就是土係國語華語嘅注音拼音，再過來能通用拼音。在100年以後呢，就用一個漢語拼音，以下所用嘅是漢語拼音，和一個今日課文清長啊嚇，一個同時為了大家來研究，共同研究一個語文嘅應用，在歌詞方面，河洛歌、客家歌、一個國語歌3種歌嘅。來標本大家嚟做一個參考與比較，能夠彈出有味嘅素材，嚟運用在我哋嘅客家白話語文，也係歌唱等等方面安尼嚇。好啦，呢個邊嘅顏料文章篇開始讀嘅，我用建章到18位為準嘅書，去念一句。是顏料嘅口嘅，在全國撒申請嘅道理啊，公賣局也擺槍槍，係準有258人，也都係講5撒之中必定有4撒出唔到，出口嘅可能性係相當少，我唔敢希望，我自家會係其中一個有福氣嘅人，在眾人眼睛之下，我打開嘅，我念到嘅口嘅，打把開來一看，口嘅度裡寫有2隻字73，這時間我歡喜到飆起來。歸順呢也嚇，就一時用到頭那蛋糕來，將我眼前身邊雖然有幾多有雜的人群，啥一時熟悉答辯縮點起來，常常聽到主辦人員用世上有幾正經的口氣來發佈。73號，少年法，這時間有人對我後背該體力用數撲我嘅鏡頭，當我將頭呢反轉來一看，原來都係極間恐慌圖嘅田呢旁得來。佢歡喜拿到個體上，險險將我嘅義工來嚇到我，拿到我，唔出到位嘛，連發嚇，一個時間我正針對迷迷糊糊之中清醒過來，我要出到位係嘛？得來個。出到位，但係歡喜過位一趟嘅，即係我哋2撒開始就採個手，答有理嘅。雖然2-3年以後，我心度裡一直懵到，希望有一棟顏料，但係也並唔係一個容易嘅事。是顏料除嘅，而有土地、人工技術
等等还唔拉。开始的时间还要有100万个人的资金，常常是用在戏演了本身，假设要将下杀，长久也搭并向下去，加就简直要过多钱咯。谈讲经验没问题，抢有600人的建筑的贷款，并无原料的建筑贷款。新建农嘅工作面积是6分之，抢做的推价到3600元，俩个金额同实际需要的金额来比，实在是相差到几多。让个实呢？我对哪里去加呢？俩还是后的一个时间，有爱空中头的记下3年，头深到有到该是一个样的，对爱也偏行过来，其中有一刹行到爱面前，就用手扑爱嘅肩。爱嘅双橡树，带爱到一个无人的地方去，而就是李阿开，就讲连发爱本500元视察，唔将权利金让本爱李阿开细声嘅讲出来，500元。权利金让本爱意思昂，亲像不昂扬，常常人主百家改太类，健康义，那係唔冇本1000元好嘛？你也可以講。按人減一下位，就得到1000元，又唔是操心。你看，也愛耐錢，有一好位呢，做唔得，愛緊要頭講，愛自家去做。對屏東規劃卡嘅路項。愛見期待腳踏車，心中緊酸，到底做得儲備嘅多一多錢，嗰度裡有30台柱，可能買嘢到3000元，還有40嘅竹皮嘅，雞嘅，全部都可以。買來加添，為了戲演了，那有乜嘅做唔得來買嘢咯？無論如何，我一定要將演了戲放起來。像過去每擺遇到困難的時間一樣，我都會想到我嘅阿爸。嘅時間，我還該說，有一年呢，風雨失調唔順，天球當中呢，數神唔好，個起來嘅谷嘅，全部交本頭家都唔拉，所以天呢頭家谷，雖然當時嘅頭家同情我哋。唔是我哋再來補足頭家谷嘅斤量，但係谷嘅全都交本頭家，一粒都冇剩。當時劉嘅阿妹，我嘅阿妹
看到呢种嘅情形，病到目被留喺记下点中嘅目标，我嘅阿爸聽到喜貓貓動，一句話都講唔出啦。壓在心肚裏，一起吧，搏嘅記下十認同嘅人。嗰時間一年呢，最近一年呢，我哋屋企實在該凄慘。阿妹又捉到大把嘢嘅片，呢次唔單止冇錢去買藥嘅，阿爸在冇辦法被環境之下，又強壓，咁阿妹而去做事，本意了一下為來養片。簡直本人想唔到嘅，就是用一條索嘅，搭在伊嘅南腰嘅項，硬硬拖伊衝下去，那個楊林區、三林區做工賺錢。當時我覺得阿爸暫時冇人信，但係我也記得阿爸嘅做法，也係出自一種無奈之下所做嘅。看到阿妹才個樣式，我心肚裏暗中流嘅唔止一道嘅目汁，又唔敢叫出來，真係向阿爸來講。罵嘅喏，但係我實在冇勇氣，唔敢講。我萬萬都想唔到，阿妹係樣嘅來做工啦，伊連行路都係有問題。後來定工作嘅論10年嘅天橋。三本頭家書多咗伊，從頭到尾有一年呢嘅時間度裏，我時常看到我嘅阿爸，伊利用早晨打坐，摩托一個臨暗冇人看到嘅時間，佢自家孤孤單單的一個人，偷偷嘅坐到我哋石崗中國嘅天橋度裏，行來又行去，用耶穌見名和嘅，用腳見掂天神，佢就係讓嘅三德以是講過嘅天，阿爸佢也一生人，無日無夜都係在個上天，為了我有一些國家嘅天，哪怕佢做事，佢也係咁樣。阿爸辛苦作為一生人，可以講得比牛嘅閒愛過勞碌，但係雖然以日思夜想天，同時也講嘅一生人那天，都為佢過身時節，但係就樣一分錢都冇，呢下佢有福氣。我已經身量都有一級人嘅放祖田，再過幾年叫錢天父天家以後，我就有一級人嘅田咧。我哋嘅生活就會安定下來嘅，
唔會像頭擺樣嘅窮苦，也唔會再來受到。如果咧國家會本頭家保證，俩就是阿爸漢生時節，連暗部頭水木拔門都係想唔到嘅事。無為過起來嘅時節，石頭也係天然來，像犁田、插皮。中間呢，接把下去，愛引土轉，茶沙沙，父母來呢，木材、塑料等等來起燃料，都係連我接動，一個接一個來，真像可以強嘅箭呢一樣，一些都變送。唔得，在天中度裡，一內都係幾多人，隨時都做得ทั้ง多犁田呢，開業呢，養嘅食皮業、飼養茶葉等等啥嘅，在個裡男人強壯，女人發達，連老人家生意呢。也係相當無限，每個人都係做每個人嘅事，每個人嘅事頭，男女老幼都係親嘅，每個人嘅一份力量，充分運用到天球度裡去。有啲位人家改造就將營養下去嘅，也有啲位將真金能割血無回來，還唔前開來，從其中嘅人家嘅實在就無限嘅啦，大家都係腳上腳下。像是在個走上腳嘅比賽一樣，我哋屋企一共有5個人，我同兄弟有份，另外還有幾後生嘅妹嘅，我嘅妹嘅早晨暗部都會歸來嘅聽書，有份也為後生嘅人做事本來就係幾十萬。禮拜任口嘅都有引流好戲，而佢也係非常嘅高興，做起事來也係相當有樣式。佢同周太兩人對下人樣點人呢？各部位一出到中人呢？一定都係上是失望，相當失望。一定也係一對有情有愛嘅後生人，對早晨到暗部可以講得係形影不離，十分呢恩愛有情，但係並唔會安呢就嚟妨害誤導舌頭，相反呢，一定兩三位做事，真像白毛蛇樣，實在失望。對天球開來開始，我等足足幹工做為5年，能從嚴重落土，最流迷嘅1年，還係頭暗部點咩？電戰火柴嘅白夜色，能將全部石頭做好。當我去空域來看，人群身邊都可以看到幾多電戰火柴嘅鏡筒，親像秋天暗部頭
在野外的火焰虫一样，精通经验，原来就是为了工作在天球里点火做野生的人家。像这种的情况，也唔单止我哋一家人。当我哋洗头做话，差唔多要收工的时间，有一个蒙蒙的人影，点点的行过来，还唔见做好下练法。得来讲咩？我讲啊，还有一些咧，旁得来啲火焰都里行入来，我哋坐我在天上方了一下喂，我点咩一支烟，旁得来顺手就接过去，真系阎王嘅烟叶，即种嘅烟呢嘅叶。得来讲啊，论证一以来，我嘅师傅都唔曾食念过的呢，佢都有欠背掉，我哋都係真像四老公富人家嘅奶爷一样，出家後嘅，我哋講到一道事情，大家都會哈哈大笑，哪家最多嚇唔笑，用白，唔是啲哦，得來又講，佢每人都會中人呢嘅時間，佢總係為法師搭梯上佢吊講。明年哪能都會愛來往愛中人呢？愛感染比潮死，愛都唔敢再來中人呢嘢，唔敢嚟中人呢嘢啦。愛愛好好嘅保留愛嘅路命來說，愛也做嗰樣嗰天長，但係都會嗰些人。佢都比任何一個人仲過多有達過長做，也都係講好聽嘅，那有啥得唔中？話是安尼講，呢兩人頭兩嘅心口，第三人有達，係一個方法，那裡去尋。有按好嘅講經啊，點點嘅高位一下嘅，得來個要問另外一個口語講啊，連法，我才數了有滿好些嘢嘛，那係唔前滿好些，我哋唔是去制裁所同人買人家自家種嘅。個少，我已經滿好些嘅，係唔係人家自家種嘅樹嘅，我滿係啦，我哋自家買來特別自家來當嘅樹嘅，旁得來講嘅以後，超起來，人就看來看去，電當人呢？等講，他家閒在嘅白毛色呢，天寒唔成講，我同有法利用天當嗰線嘅光線，兩人各腳嘅一隻牛嘅去練奶轉，練奶吐轉，奶深到切頭，嘅道理。搭參與牛市同切多改面改腰嘅關節咧，一到洗頭食材改面開人面甜人改腰嘅關節咧，
色彩也都洗头色彩改灭水人，人爱的良善都是张力才嘅点，哪样出嘅乜样嘅，才嘅你脚难，失嚟走就开始出战，有法拍难，走太开难，爱是转到因土转。头一年，我等一穷印出来500人块嘅土转，随个安部嘅，我上面从水木嘅时间，才感觉到两只树双向，实在系认同。这个腰骨也系让到春腰唔出，多为天热，天还唔前讲。挨腰同腰法，脚牛话强下去点来练来来做土转，3万人连续做为6-7年，能做好按算要用嘅3000块土转，按不头，冇办法印土转。挨手同腰法使用茶去河坝度里茶沙喂，茶沙沙，有粗有两种，石头也有大粒石、小粒石，每样都要有2茶到4-5茶的用量。石头同粗沙喂，在屋边的河坝度里就有，个有的沙喂。就去到4-5公里外嘅大河坝度里去壓來查來幾多屋卡嘅時間，時常都係半夜。上嘅面從黑白一下為木柱，又係幾大嘅。嗰玻璃漿木柱累累下嚟。有白空氣從白空氣場，吹裂嘅按摩汗那種嘅，有汗，我就去問他人家調查我是一棟燃料，所愛用嘅各種材料、東西同家私，而有一度嘅奶水師傅，我也請好些。我得到一定嘅天數，也可以一種詳細嘅清單，有得根據我自家所知來估算每一樣嘅價錢，安尼就可以了解總共要有幾多錢才來用。每個月貸款3600元。就下來嘅，我要買嘢30泰銖，總共加挖起來也有7000人元。但係當我拿回錢，實際買起來，能發覺每種材料嘅錢都係超過我嘅預算，可以我促減起來，常常買書行嘅。表嘅父母呢，阿人病等3項，就差唔多將我所有嘅錢用到差唔多為冇嘅。雖然行嘅輸了一項係我同龐德來窮下同人家買書嘅來倒下來，切價倒嘅。掠下，我嘅心肝真像砍嘅一粒大石頭一樣。嘅暗晡嘅，我同腰法又去查大石頭。當時嘅天是烏天暗天，天當個又冇半粒閃呢。
我哋雖然帶有一盞電燈火，但係兩人共下用一盞電火，也係做無勢頭。我哋兩人都係在烏暗之中望來望去嘅方式，做些耗費相當是多嘅時間。相當多嘅時間，一個爭鬥車了，鬥車嘢一查嘅石頭，我同姚發坐下來聊一下話，那邊是嚟一件，邊按偏僻又按法嚟太河壩度嚟，一片熟青，連一張牛話。頭戲上都係堂啊，清清楚楚。忽然間，我嘅心中想到，將戲引流愛用嘅各種材料炒好勢以後，唔通來買吃一隻牛嘅想法，是要留存一隻牛嘅來做影片獨立嘅事。頭，佢就喇叭用呢，安尼就可以得到1-2千元的錢來加添用。雖然我想是安尼想，唔知有法係唔咩會同意。在平常時節，一隻牛話都係有機去照顧。其通識牛話嘅精神，就親像照顧自家為生人嘅一樣。我試了一幾日以後，就起行起來，準備歸屋企。我將牛鎖一綁，就牽牛話來加牛叉。這是在無意之中，查當過。沙砧下2粒石頭，有一粒暗中就跌到我嘅腳盤，跌到我養唔起，體上很多呆在在，阿爸阿奶，石頭雖然唔係幾大粒，用電鑽來一照一看。只有腳盤皮有18位露溜皮，但係一層又一層嘅粗痛，海外企都企唔起，唔上去牛叉當過錯。我來時有法就安尼講，我將牛鎖交本有法以後，我就北上牛叉。在一路行嘅傷痛，腳不時都在嘅刺痛，特別痛到近來見實力。等我歸到屋企一看，一大塊烏青骨血，眾多鬼腳盤呢，我也忽然間拿來圍到小小嘅腳嘛。漸就同我累嘢一下話，超音約款呢，強下保護性。佢暗部嘅腳盤痛到開外在面上行，站來站去，兩人冇辦法合照來水木，到了尾，人在木陰木陽嘅時節。沙灘多屋當過有嗶嗶啵啵嘅落雨聲，我隨時引起皮骨，轉身就下面床。當我嘅腳一落地，側上嘅隻腳盤，真像有倒位在嘅角一樣，實在係才過。我將我忽然間喊聲，將門打開一看，就看到有塊一件
在个作所以，也是这个天色改暗，羽毛诶，细羽毛诶，一点一点落无停。阿哥，有法眼金金看爱嘅剧盘，不恶样诶，唔知爱讲乜嘅话，爱嘅婚姻家也系作好所以，带好立嘛，也穷下出来。唔在乎卡了嘅下尾，爱同有法属穷下去贴土转。伊就安尼讲，无墨嘅观念，爱会慢慢诶行，唔定穷快先行去，会落太夜咧。佢探定胆呢一隻腳擺嘅腳啊，一隻腳擺嘅腳，在雞蛋嘅後背一步膽一步，向轉平下行過去。當我行到轉平嘅時節，伊哋兩人已經貼好嘅一大堆。我將順行嘅所以脱下來，並在轉平嘅身邊，就停一陣去勒土轉，坐下勒土轉嘅時節，腳還會一層一層嘅痛，我壓牙伸刺，軟呢，經過一趟嘅腳盤嘅痛就冇。默嘅感覺嘅，也可以講，也可能係痛到麻痹起嚟。我嘅夫人家同有法，不是反頭擔頭嚟看我，同時唔表現見冤愛唔冇力圖轉，坐下來了，他家強快貼吧。唔是講愛呀，愛太上講，愛哋在樂意嘅轉平行，從今將公安長嘅土轉一塊又一塊嘢let來貼，以沙見樂見處，愛哋貼好嘅兩太大嘅土轉以後，強係拿乾來檢好。他要是春夏有一般的土轉，已經係搖搖勒唔起來嘅。我哋看到嘅都按到搖搖嘅土轉，心度裡壓到唔知怎樣嘅難學。嗰個兩年，一天呢，佢都唔切勒到嘅土轉。全部都會變成一級一級的體內病，兩下又要重新來做一遍呢。然後就在眼前，觸及愛來施工做為，一下突然有手按到，用個剎那，佢本意咧，我哋都好在嘅雙眼圖。本嚟嘅離婚是送來嘅一種負擔呢，我同有法看了以後，實在是呆，在行講出半句話來。佢就係人工所並一個送來調兵呢，但呢有法將入伍當兵呢。但呢，到底下面規定，每日下晝2點到某地方去報到，奧數字一算，報到嘅日期存到4日咧，我將單呢拿本有法，我是唔咩受有法去當兵，我所有理嘅係見唔來。慢唔來，
偏偏迄来到毋拄好诶，敌对又迄引流爱死讲，百般试头都迄爱改模害，有法当兵一走，假到你就像吞了一只树一只脚一样，比起资金用钱嘅不足，还爱过实力，但是我哋也冇法度將佢留下啦，唔俾佢去當兵，係做唔得咧。我去頭來一看，天台嗰片就睇一個人在嗰裡頭前前度見出木竹，前日加出去牙仔。同兩個老妹聽到有法當兵的消息，強快跪來，阿姐一跪到屋下，就將我放入屋肚裡去。然後唔開咗就問我講，有法愛去當兵呢？佢同周太嘅事情，唔打算愛讓嘅呀？乜嘅事情啊？係一定嘅份事係嘛？我看，完全都唔關老太嘅事哩。阿姐非常嘅唔高興，冇啥唔愛揾有法做一世人嘅單身狗嘅係嘛？係咪？唔過有法愛去當兵咧，愛同意討價嘅，也愛等佢2年當兵退伍歸來以後再來講啊。唔講多是幾簡單，有法2年是等得，人家嘅乜嘢係唔係會戇戇嘅吹嘅等啊？講到有法。佢也係放心唔落，加嘅按樣嘅來做咯，我想到今日木主片，馬上來過天咯，我嘅心肝肚裡碌一下，按揭來唔出。有咩愛來聽？唔將全部事情搞本來，夜裡又愛用到錢，電動人嘅事情插車向我夜裡衝過來，但係我都做唔得來推來叫來說。就像有法愛去當兵，不能不離開家庭一樣。好啦，頭擺阿爸那輪說嘅，讀阿妹嘅人妖嘅來幫一樣，幫啦。阿爸係個執又有志氣嘅人，我做唔得冇志氣，將頭拿讓下啦。當然，我拜託阿姐去家頭講情，好彩方貴族就有兩個意思，一講就好勢。接呢又拜託阿姐去夜行買到過天愛用嘅用品，按不頭我身邊冇人嘅時間，有法入來見我。而一個人在間房內行來又行去，行嘅幾下擺，因為後生嘅有話講唔出在一樣。佢再同我講，阿哥，我看等我當兵歸來以後，爭來過天，我看還唔會慢啊！聽嘅有法一講，親像伴我一樣，兩隻木主可能佢
啥唔伫一样嘅来讲物嘅，就睇讲，而做得定啊，硬上用有法亲像圣人嘅一样，了解感觉到佢好难，但係而為了家庭來促上嘅心，本係堅持感動，愛無本記講下去，插下去，愛就接定講，唔好有法，愛紛紛呢有改好嘢講啊，愛想安尼好誒，上司雙方放心唔落。還是來過天，我哋去演了，唔咩錢唔啦拜黑嘛，而盡量放心，演了總係有辦法。是來嘅，頭下我有冥想過行嘅按規，做得該用態度，哪怕檳榔樹也係做得。勿當無愛人片，檢改來檢，某位也係做得，就樣可以訓練呢。這兩項就做得3到2000元，就樣可以訓練呢。這兩項做得到3到2000元。就做個天用啦，天嘅我哋所準備嘅兩公倉度裡有120塊糕餅，3項金皮、金雞骨、金扣嘅金2塊，另外還有990美元嘅聘金。呢道禮品有這天然送到5家頭去，有法愛去當兵嘅青年，我哋準備好3件禮品來見阿公婆，就像個人一樣，全家大細都共下來點香，祈求保佑有法當兵平安歸來。在暗部頭。有準備嘅2-3動作，簡單嘅就是宴請鄰舍親戚大家來飲幾杯酒，搭做有法當兵嘅宴會。2杯野酒落肚以後，這嘅上桌就開始抬上去了喲。頭班我哋嘅夜飯。養育我哋雖然係當窮苦，但係好壞壞也係要同我哋討價嘅。冇本定去做單身狗嘅，現在唔定嘅你哋有唔咩壞過，有法有20人死嘅，唔做阿哥嘅，實在冇答對，唉。得來講一句廣東話，旁得來也有18位，就最嘅意思。囉里囉嗦嘅同阿姐共下創起歌嘅，來，愛講連發，佢倆嘅阿哥，就教唆有法自家講，也唔敢講佢做阿哥嘅。做到唔好，常常係慢嚟1-2年嘅婚姻，又有乜嘅要件？唉，得來就在27歲上下爭來同，呢個時間，唉也歸人家行業來向有法，約束一個足嘅一下數，一個一下數。有法點嘅離開宴會，向湖北行過去，乜嘅事啊？係細細聲嘅問，
俺的婚姻家行到俺的身边，俺呢俺的义工讲，就他有事情，有时爱请有法说家，佢请有乜嘅东西爱本寄养哦。对面座位阿姐，还是念无停，但系已经变啊，亲像心肚里有18位嘅不满，吹给你吐痰讲，挨等日苦夜苦，按无限，还不是为了盼望下一代嘅人，而要过好日子，好好嘅来过起嘛。因为直到嗰日南山飞，我因为你咩19，贵时呢都系嗰样，水彩面长行，见见转折，佢暗部嘅都系水唔落高，一次恶也恶到天神都几大，能开门出来，嘅时间还系天扑扑嘅，我行到屋背嘅时间，明明都系有看到一个人样走入落牛栏度里，天呢一下位一看，原来嘅就系有法对干棚下力干不牛嘅事，有法要对牛栏度里慢慢的行出来。唔用为按做方从咯，有法，我心肚里有18位嘅日落强对下，我贵暗部嘅水唔落高，有法面向带有18位坏色嘅讲，从暗部我填表黑办公。本牛表演出本牛嘅事，有法嘅话，本来重新想到有法同牛嘅关系，跟住有也里嘅穷下，想到有法同家庭嘅关系，一到事情本来一时了解到，过去我自家上头冇注意到。有法舒适的地方，讲实在嘅，有法爱去当兵，离家远行，将来2年多里，其他在游戏也系模型的各种事情同人类嘅事势头，插题都系规律在捱嘅鏡頭行來，呢下。我啥意思？感覺到孤單同失落一樣，心肚里想唔到我樣嘅來做個好，我始終都唔是感覺到也白樣，感覺到兄弟輸腳之前，特珍貴嘅素材，我佢想喊有法行前來本來好好嘅諗一下。在點點無話講嘅中間，有法我去頭拿啦。而嘅兩類母子發出強烈兄弟真情嘅人講：阿哥，我哋有2隻牛嘅，讓唔係係隻我來咯，試到兩下，是人類嘅全部材料。都係插齊茶好色，常常留一隻牛嘅來講天道理事，就喇叭叫用嘅啦。心道理弄嘅下，本來一個話都係我所想講嘅話，但係都為也嘅時間，都好顛倒有一種感情。本來跟住堅強又固執起來，我唔判得買牛嘅。等可那時下一輩再講，
也可以让我有更好嘅辦法。安尼講，唔在資金上一定會有幾多嘅困難，會忍耐、堅持下去。10週過以後，大家共下行出大門，行到分岔嘅路上時，阿姐老妹同嘅夫人家，生意呢等大家，送油花去茶站坐巴士，我哋拿布頭連咩擺人一隻腳，一擺嘅往山上去嘅，油花去當兵，我去做多，我去讀書嘅。各位鄉親，一個文章10分長，55分鐘、56分鐘啊！哈，希望大家感謝你，再見。希望俺自細有中意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，可以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